music music taxi 下个 taxi 顺风茶、糖火锅、福客花、冲客小王，出发嘞！爸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罗文玉，我是罗文玉，欢迎收看唱客小黄。今天呢，我们很特别有唱的嘉宾呢，喊的曼妮呢，她是女神级的人物，会唱会跳，被封为女神。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女神驾到，欢迎朱丽静。当然，哇！其实今天全程开始要用客家话来访问。今天你安好吗？好，动活。唔要讲糖食客家哈。糖食。唔係識跟阿公講啊，太。你看，被我測出來騙到。糟了，3句就破功。通常藝人來、歌手來呢，一定會做2件事情。第一個就是要教一句客家話。是。對，那第二個呢，就是要唱一首客家歌。沒問題。今天要教的是。哇，好可愛哦！國語是明天要一起去看電影嗎？翻成客家話怎麼講呢？聽講嘅愛窮下去看天陽夢。如果男生要約你講這句話，聽講你愛窮下去看天陽夢，沒有，這是有點變態的感覺了哈，嚇到女生。很強勢啊！我剛剛講有一首客家歌，是你好像從來沒有唱過，對不對？沒有。對。叫做日頭花。啊，日頭花。超好聽的呢。兩下呢，藝術嚟看 live 朋友可以抽動我哋見邊咧衝客小王咧，藝下嚟出發咯！拜拜。今日假使唔肯坐上我哋咧衝客小王，同我哋講唔可以 live， 我哋就會有專門嘅歌手獻唱，唱一條好聽嘅客家歌本堂哦。最面我對下茶時節愛學一支客家話，哋擺嘅茶飛球完全免費。下呢，我哋出嚟看看 live 朋友可以抽到我哋咧衝客小王。歡迎！當然，你猜他是誰？好，歡迎朱麗靜。我不敢直視他。朱麗靜呢？因為他要去六福皇宮。你要去六福皇宮哦？對，是。你要去幹嘛？我旁邊電影院要看電影。啊，你要看電影？對。不可能吧？怎麼可能？哇，你還可以省車錢，還可以看女神，近距離演唱會不用錢，你看看賺大了你。那因為我們現在車子呢馬上就要出發了，我就講唱客小黃，你就說出發嘞，衝客小王。出發嘞 ，Go！ 你會講客家話嗎？我自己是會啦，對。所以你是客家人？對，我是客家人。對。那你是哪裡的客家人？我是苗栗銅鑼。哇，真的假的？所以苗栗哦，銅鑼燒那裡嘛。對啊，銅鑼燒我知道啊。對客家歌的印象是，是山歌嗎？對，山歌。唐山過台灣。哦，會。對，會來一句。唐山過台灣，冇半點錢。又check it out。三旁邊江山鋼鐵。江山鋼鐵。那但是今天呢，Miu為我們準備一首客家歌來唱。我們這首歌歌名叫做《日頭花》。日頭花，你看外面窗外的日頭，是不是？日頭暗啦咯。太陽哦。讓我們日頭花。春天的日頭花，日頭花，記得吃寒茶，煮愛老三花。熱天的日頭花，日頭花，多些看牛花，叭叭叭叭。啦啦啦啦啦，秋天願意。
客家人没有错，他光听一遍，他后面已经跟上了。真的，在唱我听到了。听起来感觉有没有跟一般的客家歌的印象不一样？对，蛮活泼的感觉。以前的歌你就觉得很沉闷，是不是？你要去戏院干嘛？看电影啊，你看，我觉得今天真的是见鬼啦！真的。我们要教的一句客家话。我们谢谢客家小草帮我们画了一个那么可爱的插画，然后这一句呢，生活化的用语呢，客家话国语叫做“明天要一起去看电影吗？”好，那我们如果用客语讲是怎么讲呢？天光日爱乡下去看天阳梦。哇，这是第一个由乘客来教学的，真的。哇你再教我一次，你再教我一次。天光日爱爱乡下去看天阳梦。来哇，那我们用唱的好不好？让大家可以比较即兴创我作。宛如一个团体啊。天光日爱乡下去，疼爱看天阳梦。天光日爱疼爱乡下去看天阳梦。看天阳。假使不爱去看天阳，爱带爱去。天光日爱疼爱去看天阳梦。哦耶！好啊，好不啊。错哎，哇！其实呢，我觉得他一定可以免费下车啊，因为真的我们还没教，他都已经会真的讲了。差点都付他钱了。拜拜，谢谢大你。拜拜。那希望下次能够邀你再来节目当中。好啊。好，再来唱客小黄，我们再去法国、欧洲之类的。好啊对，我们去路边拦法国人来，请他们来学客家话。好，唱客小黄，下次见，拜拜，什么样子？